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天下足球，當然會同各位分析呢個歐聯嘅回顧，你睇下費托幾有型。仲有法比加斯係咪黯然返娘家呢？我哋又會睇下加埋1億4000萬磅嘅組合點樣射失2個12碼。係啦，拜仁慕尼黑返主場能否捧走歐冠呢？當然仲有要恭賀多蒙特奪得今屆嘅沙律涅，即係德甲冠軍。最後仲會同大家分析曼徹斯特市嘅打比。天下足球現在開始。歡迎各位嚟到啊！今集可以話你可以話係半新開張嘅呢個網上面嘅足球節目啊 ，My Radio 嘅足球節目就係天下足球啦。咁啊，以往嘅至高無敵咧就沒有了噶啦。從今日開始咧，我哋就易名為呢個天下足球。咁啊，點解咧？其實天下足球咧即係呢個天下世界上面所有嘅足球咧，我哋能夠即係。或者你感興趣嘅話題呢，我哋都盡量講啦。咁啊，今日嘅主持人呢，有 Tommy 仔啦，亦都有 UFO 啦，仲有小弟文傑嘅。我話天下足球呢，亦都係生得逢時啊！啱啱佢就夾喺呢個，哇！連一啲叫做咩啊？平時唔睇波嘅朋友都會起身半夜睇波嘅呢個歐聯準決賽嘅一個咁緊張關鍵嘅時刻啊！咁頭先聽到大家都聽到啦，其實呢，各大聯賽呢，亦都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啦。咁啊，嚟緊嘅就係。我哋先講就意大利嘅甲組足球聯賽嗰方面啦。嗱，意甲而家分開咗兩橛，祖雲達斯 AC 就爭冠軍啦。咁啊，另外嗰組咧，哇，球隊多咯，講緊係爭第三。咁啊，意甲爭第三就乾淨利落嘅，又唔好似英超嗰邊而家估下，第四都可能冇機會踢啊。意甲第三就第三噶啦嚇，亦都冇球隊攞到歐聯，因為就唔使夾落去第四個位置嗰度，即係4個名額個位嗰度。而家意甲第三位 UFO 都仲係拉素，但係拉素個優勢已經比其他嘅球隊縮到好細好細啦。係啊，咁拉素而家咧領先緊第4位拿波利都係領先1分。咁仲有後面仲有烏甸尼斯啊、國米啊、羅馬嗰啲咧，就算羅馬50分都係爭5分嘅啫，其他嗰啲都係爭3分，都係一場之間上落，佢哋仲有對碰啊，有對碰。呢啲6分波咁，如果攞咗之後，就可能會再彈翻上去第3位咯。OK， 咁啊，事不宜遲，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而家意甲咧，每支球隊都係打34場嘅啫，以5分呢個距離，而家34場，即係仲有4場波嘅聯賽嘅分數，4場波講緊12分，5分嘅距離，特別係追得近嗰啲，真係唔好話冇機會反擊。嗱，拿波利之前歐聯嘅賽事之後咧，少少狀態回落嘅，但係呢2場波俾佢2-0、2-0執翻上嚟咧，而家又追翻上去咯喎。係啊，追翻上爭1分到啦，咁。之後咧嘅賽事，佢嘅賽事都比較易踢。除咗作客羅馬之外咧，佢係主場對巴勒莫啊，作客對博洛尼亞，同埋主場對錫耶納。咁呢4場波咧，除咗對羅馬嗰場比較難打之外，其他都幾易食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好大機會過到拉素頭，因為拉素咧之後最尾嗰4場咧，即係嚟緊嗰場作客對烏甸尼斯，跟住咧尾嗰場對國米。中間對錫耶納、亞特蘭大嗰啲比較易少少啦，但係對呢個兩隊比較硬啃啲嘅隊伍呢，如果有咩失分嘅話呢，就好容易俾拿波利冚咗上嚟，係啦。咁再嚟呢，其實而家來勢最兇嗰隊其實係國際米蘭，都係啊，反勝咗烏甸尼斯啊。係咪真係今屆啲代領隊或者即係有數得計啲代領隊呢，或者臨時上陣嗰啲呢，真係啊，起碼3把火衝上去呢。即係你講緊嘅。車仔嘅呢個迪馬提奧就係啦，而家好講翻國米嘅呢個真係簡直啱啱帶領完國米嘅 U19攞呢個歐聯冠軍嘅啫嚇。係咯，斯特羅馬斯奧尼，咁佢近5場波係未輸過，即係佢一上任之後呢，係3勝2和，咁啊攞咗11分。對比其他即係頭先講其他爭第3嘅分子呢，拉素攞7分啦，近5場，拿波利攞7分啦，烏甸尼斯攞6分，羅馬都係攞6分嘅啫。咁佢呢一個11分咧就好明顯彈咗出嚟咧，咁而家個距離拉素嗰個第3位置係爭3分嘅啫。不過佢哋最後尾嗰場係作客對拉素。咁呢個領隊奇奇在，連史尼達都好似打翻生埋咁樣。而家史尼達梅開二度啊！史尼達一出翻嚟就入2粒，真係好犀利喎！就其時佢入第2粒咧，又係切得好靚，即係阿大米打。
斜傳交俾佢，跟住咧個龍門出緊嚟，佢一切，哇幾靚！嗰球真係反勝嗰球咧，真係成個人都醒神晒啊！連史利達都醒神晒。咦？呢啲 chips 係咁靚，可以介紹佢去車仔啊，下屆同阿拉美利斯拉做隊友。OK 嗱，今集天下足球同大家首先講講意甲呢方面嘅嘢啊嚇。咁啊，意甲咧，不如而家從咧，如果爭逐老三嚟講，從呢個最尾有機會嗰隊50分嘅羅馬開始。講下羅馬其實近呢幾場波，近呢6場波都輸咗，原來哇，輸咗4場。輸咗4場喎，但係又俾佢搏低咗烏甸尼斯喎嚇，但係連輸俾祖記4-0啦，輸俾費倫天拿就1-2啦咁樣樣。羅馬呢隊波今屆安力基帶領底下其實幾唔穩定嘅，即係個班底質素有㗎啦。你話奧斯華道啊、保贊卓基治呢啲後備啊，另外即係有好多嘅球員，其實今屆波連尼咧呢個以往嘅車仔不受重用嘅球員啦嚇，今屆翻到去亦都波連尼亦都打起咗。羅馬其實咧，今屆你話完全冇得着就唔係嘅，而且波連尼都好有機會被普蘭迪尼召入埋意大利國家隊。哦，如果係咁樣嘅話，又有啲新嘅元素咧，因為前鋒而家都好難講會有啲咩可以入選到咁樣。意大利嘅前鋒線都係頭痕㗎啦，即係傷嘅傷病嘅病啊，巴洛迪尼又唔生性。癲嘅，係咯，一陣講巴洛迪尼。喂，我今日喺網上面睇到幅相啊！吸唔切落嚟俾大家睇，巴洛迪尼個細佬同佢餅印一模一樣，梅斯干啊呢個，哇真係好鬼搞笑。都係踢波嘅喎，好似踢邊隊咧嚇？一時醒唔起。但係都係好似一門三傑都係踢波咁樣嘅。唔係，但係佢樣咧，使唔使似得咁緊要啊？即係入屋行兇咧，真係分分鐘真係唔知你係邊個嚟嘅嚇。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啊國際米蘭啦，國際米蘭嚟緊，可唔可以再重複一次嘅對手咧？咁。佢下個禮拜主場對即係一個切塞納，跟住作客對帕爾馬，跟住嗰場金喎，主場對 AC 米蘭，跟住再最尾嗰場就作客對拉素咯。咁啊 AC 米蘭都金嘅喎，如果 AC 米蘭香咗俾國米，咁啊 AC 可能分分鐘就冇機會攞冠軍嘅。而家都爭3分喎，如果輸埋可能爭6分啊，冇得追完全。係，但係國米如果香多場嘅話，睇嚟佢亦都爭老三嘅機會亦都冇㗎啦喎。但係我自己就信國米多啲嘅，因為始終呢一班球員係即係我信佢衝上第3位咧，係多過其他球隊，因為呢班球員嘅經驗真係豐富啦。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特別去到臨尾階段咧，去衝上嚟嗰個關鍵因素，加上嗰個領隊啊史坦馬斯安尼啊，哇！真係長到呢，其實係呢一世都唔會記得個名咁滯。係咁啊，但係佢係即係佢肯放棄一啲球員係關鍵啦，即係佢即係都係即係唔會話一個少帥而唔夠膽，即係將一啲年紀老嘅球員係即係唔踢科蘭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啊，其實我覺得即係。國米嘅機會係唔可以低估。嗱，從湯面仔咧講出呢個咧做人嘅道理咧，真係要同大家講下嘅。通常呢啲少帥如果揸住隊波咧，一定要搞掂一啲老大哥先啦，係咪先？係嘛？即係呢個係法則嚟嘅。就算啲後生嘅幾好波都好啦，你都要甘心將啲後生嘅真係執埋一邊先嚇，俾翻啲老將有個位，有個掟棋下細路咁樣樣咧。嗱，啲老將咪肯同你賣命咯。講緊嘅另外一對好例子，咪又係叫車路士啦嚇。OK， 講翻意甲先。好咁啊！國米就俾呢個少帥搞掂咗啦，即係班人起碼肯同佢搏啦。有陣時臨尾又有翻少少運嘅，艾華利斯都開始入波嘅話，真係無話可説嘅啦。呢個軟肋嚟嘅，簡直係。再對上一位，烏甸尼斯曾經嘅前2位爭足，而家褪下，越褪越後，褪到落第5位啦。近6場波贏得佢1場嘅陰公。最慘佢連呢個以往嘅金漆招牌主場保證都舐埋嘢啦，舐埋嘢。作客唔係主場又輸。睇下先，主場係啱啱輸咗俾國米，係反勝啦，係啊，俾人反勝為敗，1-3啊，係啊，咁跟住佢對嘅對手咧，咁就下個禮拜主場對拉素啦，咁跟住作客切塞納啦，跟住主場對熱拿亞，跟住作客對卡塔尼亞都比較易打少少，但係其實佢作客成績又唔係咁好，而家主場成績又唔係咁好。如果要我揀呢，烏甸尼斯應該係都冇咩機會，變咗。咁啊，估到連攞完呢個即係最佳教練啊金座椅嘅獎項啦，係啦。咁啊回一回啦，始終揸住呢班波都算係咁噶啦，年年都有機會打到入最後階段去爭逐啦。烏甸尼斯下屆會走啲咩人呢？當然啦，神射手迪拿達利，我諗佢就唔會走噶啦。要養老啊，應該。如果佢走過去，早記會點？替迪比亞路個位，我成日覺得有啲可能。
一定係啊嘛，唔係啊，佢即係家有一老啊，大佬。咁係喎，咁佢早幾日執咗 AC 米蘭嗰個派路喎，係，跟住又翻山喎派路。但係唔係單單都得嘅喎。係咁但係以迪拿達利咁樣嘅級數應該都 OK 嘅。陣中嘅球員呢，但係烏甸尼斯始終都係間兵工廠啦。陣中嘅球員保羅巴列圖啦。呢個或者另外一個智利嘅國腳啦，就係走咗個山齊士，而家又嚟到個伊斯拿啦，亦都係被傳會被撬走啦。另外呢個哥倫比亞仔啦，就係呢個保羅艾美路咧，亦都係啦。保羅艾美路即係我知，因為雲加都又話想針佢啦，咁樣樣即係傳出嚟啦。咁啊一大班奇兵奇貨可居嘅，咁啊烏甸尼斯下屆如果又挖幾件嘅，如果古道連仍然係在即係任教嘅話咧，我又想睇下個下屆點樣即係繼續變戲法啊嗰種叫做嚇好嘢，呢教練真係。咁再對上一位就要數翻去呢個拿波利咁，頭先解釋咗啦。咁啊拉素今屆莫利嘅表現非常之出色啊，但係又要講嘅就係高路斯自從傷患唔能夠踢之後咧，個成績就唔穩定啦。係成績好唔穩定。咁近3場波輸咗2場和1場啦。咁佢主場和萊切嗰場我真係俾佢激死啊！佢係唔使激氣，佢入咗一粒，其實都幾尾段，跟住俾人追翻，即係呢3分攞唔到，其實可能好大機會，因為呢攞唔到呢3分，跌咗呢2分係攞唔到第3位。即係似乎而家佢哋個世季尾個狀態唔係太理想啦，又欠缺咗啲關鍵球員啦。你即係CC今屆過到嚟之後打半季又話走啦，係咪先？咁前鋒唔係好夠人，我又見到洛基我都懵啊，真係。但係洛基呢個人即係呢個球員幾有鬥心，其實我幾中意佢嘅。反而我最擔心係個後防咯，因為其實上一場輸俾路華拿咧，即係琴日定前日唔記得。跟住佢對路華拿咧嗰個達卡，即係話甩碌到，即係我都驚。對住路華拿都可以輸嘅話，即係對其他對手真係好難講話穩勝咯。係，但係點解我睇見洛基猛咧？第一咧，佢嗰陣時打奧運隊咧都幫唔到班僆仔手，我就已經即係鄙視佢噶啦。第二就係、大家睇翻啲數據，10幾場波冇波入嘅大佬，真係咁都唔係冇俾機會佢踢㗎。呢個老將係咪先？即係而家前邊咩唔能夠話好多時喺啲5-5波嘅形勢底下，唔能夠爭取多一個箍筍波嘅呢個領先優勢，就導致到佢哋咧經常咧會被對手追和，甚至乎係反勝啦，咁或者係破關乏力啦。咁啊高路斯呢個老將嘅作用真係哇，好明顯，有佢同冇佢原來真係差咁遠㗎。都關鍵啊！始終即係拉素同烏甸尼斯都類似嘅情況，就係好似係俾人反擊咁樣，即係嗰個即係反擊有好多時候帶出嚟嘅另一種嘅即係訊息咧，就係呢一班球員嗰個心理水平咧唔係真係咁高。咁啊，其實去到季尾即係衝刺要去爭一啲即係叫做即係名次帶嚟嘅即係歐聯啊、歐霸席位咧，嗰個心理質素係好關鍵啊！咁啊，即係所以咁多隊嚟講，我睇好國米就呢個原因啊！好似近嚟呢幾隊前列嘅球隊都好似有少少即係慢慢都甩脫腳嘅感覺。係啦。嗱，正如 UFO 話齋，就係拿波里嚟緊嘅對手唔係話太過強勁，即係你仲想唔想？我會咁樣認為咧，就係拿波里如果打唔到歐聯嘅資格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強勁嘅中前場班底可能會喐一喐，會散一散。唔係，其實拿維斯已經講明係冇歐聯冇得踢歐聯咧，就一定走㗎啦。即係如果拿波里本身應該都要諗定啦，冇得踢歐聯呢一班球員都挖得就挖㗎啦，應該。咁係咪有得踢歐聯就一定唔走先？佢係咁講啦。咁咪得咯。所以我撐拿波里反級拉數。咁啊 UFO 咧，我覺得啊，都係拿波利機會大啲嘅，跟住又國米，其實拉素嘅機會我覺得比較細啲。容許我以一個拉素球迷身份講啦，其實拉素今年踢得咁好咧，可以攞到比較前列位置，其實我已經好安慰嘅，因為佢自從阿格洛提即係再前嗰個主席去破產之後咧，一路嘅成績一路係咁下滑，有一年係爭啲話要降班咁，而家可以踢到咁前嘅位置，其實我都。其實收咗貨㗎啦，你踢唔踢歐聯我都冇所謂。好啦，咁啊第一節講多少少關於意大利啦，我哋嘅即係意大利嘅足球擁躉啊，5月雪就話：哇，拿波里都係第3比較好啲，烏甸尼斯即係烏雞啊攞較後位置打歐霸算啦咁樣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話：咦，改咗名啊，有新節目添，以為係啊，你可以當係一個新節目咁去睇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新主持，我係新嘅，會有嘅，你放心，一定會有嘅嚇。咁啊。亦都係同阿5月雪講翻啦，呢位足球 fans 咧就係話，祖雲達斯真係打到今時今日仍然係不敗啊！係不敗。呢個打句問句
季初我都唔夠膽講啦，但係而家就係咁嘅形勢，而且仲領先緊3分，都好有機會咧攞意甲喎。嗱，如果剩翻大家會認為祖雲達斯而家個勢咁好啊，即係臨尾都咁硬入都砌夠1-0啦。係唔係真係 AC 米蘭？如果攞唔到聯賽冠軍，佢哋嘅教練領隊柯力尼就會走呢？其實如果係嘅話，我覺得走嘅機會都幾大。係啦，咁其實 AC 即係再講再上一季啊，咁攞到聯賽冠軍，佢都係因為其他球隊係比較差少少嘅。而家有隊組記即係重組翻啦，咁可以比較完整啲嘅陣容就俾佢冚咗落嚟嘅話，其實都幾大機會個教練都走噶啦。OK， 咁我就因為想睇有一個締造紀錄嘅一個時刻啊，咁我就撐祖雲達斯兼不敗攞冠軍啦。啱唔啱聽先？5月雪啊，OK，咁啊講完呢個意大利波，又講下德甲啊。德甲咧就要恭賀一下咧，就係呢個多蒙特啦，蜜蜂兵團咧，哇，連續2屆喎，即係上屆嘅運氣就唔係話呢個偶然嘅喎嚇，即係上屆一大段時間領先。咁而最後臨尾季尾對一對都能夠攞冠軍，但係佢上屆季中已經覺得冇懸念㗎啦嘛。但係今屆其實季初幾跌宕嘅，因為要分心歐聯，都仍然俾佢哋咁樣吸翻上嚟。我覺得呢班波下屆如果高普繼續留隊嘅話，都仲有得上。多蒙特即係。佢能夠贏呢個聯賽並唔係即係偶然啦，好明顯見到即係呢一班球員見到相入邊咁開心咧，其實佢哋團隊精神係的確非常之強嘅。咁可以見到一啲即係比較上邊叫做個別球員係冇咁團結嘅，例如普利石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都俾高普搞到偷偷冚。其實我自己認為呢隊多蒙特可以話即係其實好少啦，即係近代好少話可以連續衛冕嘅德甲球隊好似出現啦，成日都係拜仁慕尼黑、卡拉都要俾你贏翻年嘅。今年多蒙特我覺得贏得都好合理嘅。係特別係咧，仲要講嘅話咧，多蒙特上屆打晒成季都係得75分嘅啫。但係而家話俾你聽，打咗32場波，佢哋已經有75分啦。咁你可想而知，如果你拉翻勻，好似佢哋冇舊年季初個勢咁令人驚訝，但係佢哋成季個平穩個演出反而係比上屆仲要好。係啊，冇錯，的確其實難度係即係好多人都質疑呢隊多蒙特即係第一年贏完之後咧，經常喺第二年嘅時候，好多強隊或者好多球隊對住多蒙特嘅策略已經比第一年唔同咗。而家好多球隊對住多蒙特都係用一個即係好防守性啊、1分為本嘅策略。聯繫慕遜加柏啊，即係等等一啲強隊啦，對住多蒙特都係咁樣踢法。其實某程度上面咧，多蒙特應付嘅球隊咧更加難踢咗㗎，因為你要破密集咧，永遠都比起以前佢踢防守反擊咧係更加難嘅。可以見到其實即係多蒙特慢慢由高速嘅防守反擊變成為而家即係成個戰術，即係去破人哋密集，係變得做得越嚟越好咯。係咯，尤其是嗰個利雲道夫斯基啊，即係。以前都冇覺得係咁犀利嘅，今季係成熟咗，啲人話佢唔掂啫啦，係成熟咗好多啊！尤其是佢係接應咗人哋嗰個傳波，跟住去睇下用咩角度去射，哇！嗰啲咁樣嘅射手觸覺咧，完全翻晒嚟。但係我覺得利雲道夫斯基如果再勁啲咧，多蒙特就唔止75分㗎啦。講真，其實多蒙特淨係爭個前鋒，佢真係已經浪費咗好多機會，都入到波球。但係咁講喎，如果而家話俾你聽巴里奧斯，不如你擺。你又覺得咁啊？梗係利雲道夫斯基啦，同埋有種嘢叫運勢啊嚇！嗱，多蒙特、波蘭三寶啦，巴素高夫斯基啦、利雲道夫斯基啦，同埋比斯石啦嚇。加埋你話龍門啦，有阿仙奴嘅斯捷斯尼啦。其實波蘭國家隊今屆喺歐洲國家杯嗰個份量真係唔好睇輕。係，仲有主辦國咯。係啊，主辦國係啊，咁都的確係，加上係即係巴薩啦，即係哇好長個名，巴石高夫斯基啦，同埋比斯石打嗰條右路咧，其實好明顯嗰個默契係好強。即係無可否認，巴薩係嗰個即係技術水平冇古山咁好嘅。咁但係佢同比斯石嗰啲疊瓦 1-2 上去咧，係將比斯石咧打生埋。咁呢個其實係某程度上波蘭今次歐洲國家杯其中一個殺場。仲有多蒙特嚟緊下一屆咧，如果 keep 翻住呢個陣容咧，又加添啲猛將，加咗啦。馬高萊斯已經係證實咗下屆從呢個慕遜加柏加盟啦。其實轉會費都俾咗㗎啦，已經係咁樣。哇！但係呢件係貴嘢嚟嘅，1,700歐元嚇，1,700萬啊，講緊係。咁嚟緊如果冚埋落多蒙特呢隊波咧，下屆嘅歐聯仲好睇啊！即係其實我哋今屆攻得好好睇嘅，只不過係經驗啦，輸晒經驗。我相信即係呢一個新球員咧嚟到
多蒙特啦，其實係取代，即係如果冇球員走嘅話，係取代利雲道夫斯基個位嘅。我自己相信，因為今年已經好見咁陰公真係慘啊！因為我今年見到嘅多蒙特嘅踢法已經比之前有啲唔同啦，而利雲道夫斯基好多時候接應一啲人哋，即係例如鄉村仔啊、古沙嘅直線呢，好多時候佢嘅 one touch 啊，或者佢嘅走位其實真係唔算真係好強。所以即係我覺得多蒙特下年會俾，如果佢唔會即係升散啦，即係成年年都話升散。如果佢唔升散呢，我諗佢下年嘅戰力更加強。OK，咁啊第一節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要講下咧，哇，同多蒙特有關啊！多蒙特個大佬啊，叫拜仁慕尼黑啊，梗係講歐聯啦，係咪？好，即係轉頭聽下。歐聯見。